回来啦？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没有地方去啊。这跟我有关系吗？你总不会见死不救吧？蓉姐，哎，你别叫。那个，我让他回家去了。你让他怎么了？你让他回家了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贴身保姆了。同意啦？你要再在我面前晃悠的话，立马出去。哎，知道自己住哪儿吗？知道，客房。客房。你现在是佣人，住工作间。你今儿找地儿睡了吗？还在家睡啊？把我兄弟搞定了。这都不算事儿啊！谁讨厌啊？吵到你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在2楼听不见呢。我只是让你暂时住在这儿，请你不要消耗掉我对你那么最后一点点的耐心，好吗？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以为我每天早上给你打扫卫生，晚上可以稍微放松一下。你不要赶我走，对不起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哎，把手机给我拿来。别没收了。你要干嘛呀？您拨叫的用户手机不见了，下午还在的。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mobile you dial is cut off. Please try later. 你不会是下午回来换完衣服之后准备再出去我吧？您拨叫的用户是怎么了？没事。如果这手机能修好的话，里面的数据、电话那些都还能恢复吗？你要是想修手机，再加上恢复资料的话，大概要2600块钱。这么多？喂，干嘛呀？哎，我求你个事儿吧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呀？我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濒临灭绝了。你如果不借我钱的话，我就只能流浪街头了。不借。哎呀，真的，我求求你借我一点。还有
行，把账号给我。真的？啊，好，谢谢。帮我回复，尽快。嗯，好的。那个，哎，你的手机，我问了保洁的阿姨，是她打扫卫生不小心弄掉了，不过幸好还找回来了啊！你看看有没有问题？辛苦了。没事儿，不辛苦，应该的嘛。保洁阿姨呢？在楼下。你先放在手里头吧，以后你可以不用来了。收拾东西能把我的手机收拾丢了，我留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，还在等着我交学费了。我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您多教教我好吗？对不起，我没这个时间，也没这个义务。如果你现在不走的话，我立刻打电话到你公司去投诉。你听明白了？但不是我干的，等等真的不是我干的。你先去收拾储物间吧。哦，好好。怎么回事啊？好吧，不怪阿姨，是我那天洗衣服，我没检查口袋儿，手机被绞了，进水了，我怕你生气赶我走，所以我就拿去修好了。哦，知道了。干嘛去啊？收拾行李。那个，我能不能拿一床被子走呀？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住，我晚上只能睡在公园的长椅上。嗯。你那天的那个卖身协议呢？啊，不是卖身协议，是劳工协议。意思差不多。那个劳工协议，我是出卖我的智慧和劳动力，我不卖身。拿来。站那儿念就行。啊，劳动互利协议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房主谭少宇和劳动者梅兰妮达成一致，在梅兰妮没有正式找到工作自立之前，居住在房主家。梅兰妮必须为谭少宇提供劳动，包括做饭、洗衣服、熨衣服等家政服务。可是谭少宇也必须保证，不能以任何无理理由驱逐梅兰妮离家。工资嘛，就55分了。55分呢？嗯。梅小姐，请你从这儿搬出去吧。啊，行，64。37呀！啊，19。哎，哦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那个3餐总得包吧？就是一个黄世仁。
喂，喂，是梅兰妮小姐吗？对，请问你是？我们是阳光求职，您不是在我们这里报名兼职模特了吗？哦，对，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有一个客户想请您拍广告宣传片，您明天有时间吗？有时间，要不你把地址发给我？好的。还有就是，有多少钱呢？拍1天1500。怎么才1500呀？那你还干不干？哦，行，1500行，1500就1500吧。拜拜。行，来。哎，你干嘛神出鬼没的，吓死人了！偷听我打电话呀？找着工作了？给一公司拍广告，才1500，没多少钱。你还挑肥拣瘦的，钱这种东西一点点赚。哦，对了，小心点儿，像你这么天真，容易被骗。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凤凰落架不如鸡呢，我也没办法呀。Hello。哎，衣服不都给你了吗？还往店里跑啊？专程谢谢你不行啊？谢谢你那天的午饭啊，还有那个钱，过几天还你，行吗？行，没事。不是你来这儿找我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谢谢，然后告诉我钱过2天还我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接了一广告，说在这儿拍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什么情况啊？嗨，我一哥们儿开了一网店，说呢拍点照片啊放网上去，那个说我这景儿不错，就约我这儿拍了，是你啊？网店。